既然认识我，问你一个问题：去二仙桥走哪根道？成华到达。嚯！我想问一下，你这车子装了多少重量？车应该是70多吨。70多吨，就你车本身核定载重是多少呢？我还不是很清楚。你认识我不？不是，这些他不认识我，那就有所谓了，你这麻烦了，这个就。你可是真太让事儿了哦。开玩笑啊，在路上跑的是为了啥嘛？我们就是为了生活嘛。为了什么？不为了生活，你就直接一点，为了啥？直接一点的话，肯定是为了钱吧。对了，我都为了钱了，这么辛苦，然后真要出个啥事儿，还有钱吗？我今天第一天开这个的，T 班的。你的第一次就这样就奉献给我们了？我跟你讲，我刚刚看到你吸的啊，你这不老实，你仔细想想，你到底知不知情，小伙计啊？我就是我给别人打工的。估计这位师傅，你要问他这个也不是我装的，老板装的。这个应该不是你装的是吧？啊，对。这个多大的危险？我今天真的第一天开。那你怎么知道怎么开怎么关呢，大哥？是不是老板教你的？哎，你自己来感受一下。哎，师傅，咱们这就叫打开天窗说亮话了。记住，咱们参与交通别违法，你这一身你就能挺直腰板啊，行吧？得拆下来，我已经确实有点眩晕，我这个。是的。我们现在是超载的这车辆去过磅，过磅到时候接受你的处罚啊，小伙计。咱们直接上来吧，上来就上来。一会儿来。我们直接去磅站。你刚把那个伙计搞得真的是给我笑死了。他有点懵，是吧？那何止懵啊，整个人都已经社死了。就在这种状态下，其实整个人的那个 DNA 就动起来了，至少得是20年前参与过，但20年以后就其实可能变成一个旁观者。其实这么多年，我们更多的是处于一种报道性质的，啊。深夜查抄的时候，能感觉得到谭 Sir 如同回家一般，车子控制完，然后司机下来了，他主动他就上去了，直接就开始上手了，一直都没有忘过他在谈谈交通你的那个 feel， 哪怕是他现在作为一个安全倡导员、安全的志愿者，他依然是能够找回当年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就是有很多的队友在一起，心里边肯定就会更踏实一些，就是那种相互依靠、相互帮助的那种，确实还是有新的体会。我觉得你还是比较热爱这个。哟，咱们接下来就进入这个磅场。小杨弟。谭 Sir。你好，这位帅气的司机啊。你认识我吗？我当然认识啊，你的好多节目我都看了。不管认不认识我，但是咱们得遵守手纪。是。你这个是超载没有？超载了，超载了。超载了，这么高兴啊？不是这么高兴。我看你挺开心的，你整个人跳起来了都。阿特是，你刚才对阿特今天没有来。我特别喜欢的。啊，是吧？特别喜欢他是吧？挺好的。认不认识李清照？李清照也认识啊？怎么说认识你的认识李清照有什么问题吗？就是咱们李清照老师啊，曾经说的这句话：“载不下许多愁。”真超载出事儿了，你载不下许多愁。你是第一天上班？第一天开这个车，真的，我真的第一天开这个车，我以前从来。今天咱们是不是捅了第一天的马蜂窝？你们车队是不是叫第一天车队啊？我真的是第一天，我今天。哦，你们老板只找这个第一天过来。我大概了解了，应该是第一天，就在咱们公安这么，高强度的这个管理之下，第二天开的都不敢开出来了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我真的是第一天，是真的是。好吧，好吧。其实咱们就是可以开玩笑，但是参与交通咱们不能开玩笑，行不行？好吧。既然认识我，问你一个问题。去二仙桥走哪根道？成华到达。嚯！哎，你这是铁粉啊这。对呀。今天很高兴认识你，但是呢，你的这个违法行为咱这就高兴不起来了。
还得该接受处理，还得接受处理啊！别再超载了。我本命年今年36岁。啊，今年36，那就是转运之年啊！遵照手机，好好开车呀。